两个不同作曲家的圣歌颂，一个是巴哈的，一个是舒伯特的，大家可以听听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听一首巴哈。
听，对，如果失眠的时候也可以听一下，很快就入睡。好，那再来下一首是舒伯特的《圣母颂》，那可以比较看看，就是这两个作曲家做的《圣母颂》有什么差别？对，好，那再来第二首舒伯特的《圣母颂》。